講到香港電影，相信好多人腦海入面即刻就會浮現出賭神入面嘅發哥、賭俠入面嘅周星馳，同埋嗰啲喺牌桌上牌技出神入化、籌碼鋪天蓋地嘅驚險場面。喺嗰個黃金時代，港產賭片紅遍大江南北，但電影入面風光無限嘅狂歡，其實正正係香港民間極度盛行嘅賭博文化嘅縮影。然而，當呢啲紙醉金迷由銀幕搬到現實，發生在嗰啲風光無限嘅大明星身上嗰陣，等待佢哋嘅可就唔係什麼主角光環啦，高利貸逼債、家破人亡，甚至被逼上絕路。賭博呢個黑洞曾毫不留情地吞噬咗多位娛樂圈傳奇嘅人生。今日我哋就來聊下香港娛樂圈史上最令人唏噓嘅5位明星賭徒，睇下佢哋係點樣一步步被賭桌改寫命運嘅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玄機講堂，我係講師李玄機。視頻製作唔容易，歡迎大家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點讚、評論同轉發，以防錯過更多精彩內容。第一位，許冠英。我哋要講嘅第一位係許氏兄弟之一嘅許冠英。喺銀幕上，許冠英經常飾演嗰啲身材矮小、性格膽小，卻又搞笑可愛嘅市井小人物。佢嘅喜劇表演自帶笑點，為半斤八兩。僵屍先生等經典電影增色唔少。然而現實生活裏嘅許冠英性格內向敏感，同銀幕上嘅搞笑形象截然相反。喺事業步入穩定期之後，許冠英開始接觸賭博。最初呢只係佢用來放鬆壓力嘅一種娛樂，但很快由於性格中嘅執念同缺乏自控力，佢陷入咗急於翻本嘅陷阱。輸咗想贏返，贏咗又想贏更多，呢種惡性循環不斷將佢一步步推向深淵。佢先係掏空咗自己嘅積蓄，跟着向銀行同朋友借錢，隨後又求助財務公司，最終不可避免地落入咗高利貸嘅圈套。高利貸嘅利息係極其恐怖嘅天文數字。當債務徹底爆雷之後，各種殘酷嘅追債手段接踵而至，騷擾電話、上門恐嚇，讓本就性格敏感脆弱嘅許冠英精神幾近崩潰。喺最絕望嘅時刻，佢甚至唔敢走出家門，整夜咁失眠發抖。幸運嘅係，家人與身邊摯友喺關鍵時刻及時伸出援手，傾力相助，幫佢度過咗最艱難嘅經濟危機。雖然由絕境中被救咗返嚟，但呢段被債務追逼嘅慘痛經歷，給許冠英嘅精神同身體造成咗不可逆轉嘅創傷。喺隨後的日子裏，佢雖然重新投入工作，但性格變得更加沉默寡言。長期的焦慮同失眠嚴重消耗咗佢嘅健康，最終喺2011年，佢獨自喺家中因心臟病突發離世，走得安靜而令人唏噓。第二位，吳孟達。第二位要講嘅係無數人心目中不可替代嘅無冕影帝吳孟達。提起達叔，大家腦海裏浮現嘅都係嗰啲經典角色，無論是少林足球裏嗰個略顯淒慘卻滿腔熱血嘅瘸腿教練，還是喜劇之王裏嗰個一邊叼住煙一邊眼神犀利嘅臥底長毛，亦或是九品芝麻官裏嗰個讓人啼笑皆非嘅包有為。呢啲角色陪伴咗無數人嘅成長，然而好多人並唔知道喺呢啲輝煌光鮮嘅影視作品背後，達叔曾經歷過一段幾乎毀掉佢一切嘅黑暗歲月。達叔出身貧困，從小跟住家人來到香港生活，憑着對表演嘅熱愛同不懈努力，佢考入咗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，同周潤發成為了同窗好友。兩人同期入行，喺底層摸捉打滾。憑藉楚留香傳奇爆紅後，年輕氣盛嘅達叔喺名利中迷失咗自我，接觸到咗賭博。喺賭場裏，冇明星同配角嘅區別，只要手裏有籌碼，所有人都係主角。嗰種腎上腺素飆升嘅刺激感，讓他誤以為自己鬥咗捷徑。隨着慾望膨脹，佢由玩下馬票演變成頻繁出入賭場，下注金額一路飆升。達叔當時抱着所有賭徒都有嘅僥倖心理，總覺得只要贏下一把大的，所有財務問題就能迎刃而解。
可現實係殘酷㗎。到了80年代初，佢欠下咗高達數十萬港幣嘅巨額賭債，喺當時堪稱天文數字，甚至涉及地下高利貸，一度面臨破產與無戲可接嘅困境。當時被債主追討逼債，搞到佢人心惶惶，無處藏身，甚至連好友周潤發都拒絕直接借錢俾佢，目的係想讓他徹底吸取教訓，好喺天無絕人之路，達叔痛定思痛，苦練演技。到了80年代中後期，達叔遇到咗後輩周星馳，兩人喺合作中一拍即合，創造出咗無厘頭喜劇嘅黃金時代。憑藉《逃學威龍》、《審死官》、《唐伯虎點秋香》等一部部爆款電影，達叔不僅重新獲得咗高收入，更憑努力還清咗所有債務，徹底遠離咗賭場。後來喺接受採訪時，達叔從唔掩飾呢段黑歷史。佢坦言，賭博係自己呢輩子做過最蠢嘅事。雖然達叔喺晚年走出咗陰霾，並用實力贏回咗世人嘅尊重，但呢段險些讓他萬劫不復嘅經歷，依然為後人敲響咗警鐘。第三位黃霑，第三位主角嘅經歷則更令人為之惋惜。佢就係香港樂壇與文化界一代不可多得嘅曠世鬼才黃霑。黃霑呢個名字代表咗粵語流行文化嘅半壁江山，由上海灘到倩女幽魂，由滄海一聲笑到獅子山下。佢創作嘅詞曲不僅係時代嘅聲音，更凝聚咗幾代人嘅集體記憶。佢不僅係詞曲作家，還係廣告人、主持人、作家同演員，才華橫溢，性格豪爽。然而就係這樣一位風流倜儻嘅文學巨匠，私底下卻係個坦坦蕩蕩嘅極度好賭之人。黃霑對賭博嘅喜愛幾乎不加掩飾。無論是跑馬、打麻將，還是玩百家樂，佢都樂此不疲。有傳聞說佢曾喺一個晚上輸掉幾百萬，但第二天依然能神采奕奕咁出現在工作現場。佢曾在訪談中形容，賭博帶來嘅刺激感同嗰種贏錢時嘅飄飄然，係一種明知有毒卻讓人無法自拔嘅體驗。因為豪爽大方、花錢揮霍無度，加上喺賭桌上嘅沉淪以及商業投資失敗，黃霑一生中竟然經歷過多次財務危機，甚至破產，欠下過數千萬債務。雖然佢憑着無與倫比嘅創作才華同圈內好友嘅鼎力相助，一次次渡過難關，但到了晚年，隨着身體狀況惡化，呢位曾經創造過無數財富嘅才子，生活一度陷入窘迫。許多文化學者喺分析黃霑嘅賭博動機時認為，呢同佢極其複雜嘅情感經歷息息相關，同林燕妮嗰段轟轟烈烈卻又充滿傷痕嘅戀情，給黃霑嘅情感世界留下了巨大創傷。而賭場成為了佢暫時逃避現實痛苦嘅避風港。可惜嘅係，賭場可以提供暫時的麻木，卻無法撫平心靈嘅傷痛。當佢最終離世時，留給世界嘅係幾千首膾炙人口嘅經典，而在個人財務上卻所剩無幾。一個本可以創造更多奇蹟嘅靈魂，終究有一部分被深深地埋葬喺咗賭桌之上。第四位，沈殿霞。第四位要講述嘅係陪伴咗幾代香港人成長，被稱為開心果嘅標誌性人物沈殿霞肥智。肥姐嗰標誌性的響亮笑聲、黑框眼鏡同招牌髮型，曾經係電視節目收視率嘅絕對保證。喺舞台上，佢永遠把最輕鬆、最快樂嘅一面展現給觀眾。然而喺呢張燦爛笑臉嘅背後，肥姐嘅人生卻隱藏着無法向外人道出嘅辛酸與孤寂。佢同鄭少秋嘅嗰段婚姻係佢一生中最大的傷痛。離婚後，肥姐獨自撫養女兒鄭欣宜，用堅硬嘅外殼撐起咗一個家。情感上嘅重創同背叛，成為了佢心中永遠無法愈合嘅傷口。為了尋求排解，肥姐開始頻繁前往澳門嘅賭場。對於當時嘅肥姐來說，去賭場下注並不是為了靠賭博發家致富，而係一種特殊的心靈逃避。當佢坐在賭桌前推下籌碼嘅嗰一刻，
佢不再係嗰個必須堅強嘅大明星，也不再係單親媽媽，而只係一個普通嘅賭客。佢用賭場裏嘅輸贏同刺激，來短暫地替代現實生活裏嘅孤獨與絕望。雖然肥姐喺事業鼎盛時期收入可觀，但長期的豪賭加上高昂嘅生活開支，以及對女兒未來嘅財務規劃，讓佢承受着巨大的經濟壓力。為了維持收支平衡，佢不得不高強度咁接拍節目同商業演出，進入咗一種為了填補空虛同開支而不斷高強度工作嘅循環。直到生命嘅最後關頭，佢依然喺舞台上拼搏。當佢因病不幸離世時，全港觀眾為之動容落淚。人們悼念呢位帶來無數歡笑嘅開心果，卻鮮有人知道喺嗰啲冇掌聲同聚光燈嘅夜晚，佢曾怎樣獨自坐在賭桌前，試圖用籌碼去填補內心中嗰個永遠無法愈合嘅情感缺口。第五位，謝賢。至於最後一位，則是娛樂圈裏另一種極其特殊嘅奇觀，佢就係人稱四哥嘅謝賢。作為60、70年代香港影視圈嘅頂尖男神，謝賢年輕時高大帥氣，演技出眾，係一代人心目中嘅夢中情人。然而喺佢嘅傳奇人生裏，除了光鮮嘅演藝事業同豐富的感情生活，賭博同樣係一個貫穿始終嘅核心符號。喺香港電影工業嘅黃金期，謝賢收入極高，出入澳門賭場更是享有着頂級大戶嘅待遇，專車接送、私人包廂、上不封頂嘅籌碼限制，佢屬於賭場裏最受歡迎嘅豪爽貴客。據圈內傳聞，喺謝賢賭博生涯中，曾經有過單晚輸掉巨款嘅驚人紀錄。令人匪夷所思嘅係，儘管頻繁豪賭且數額巨大，謝賢卻沒有像其他賭徒那樣落得傾家蕩產、走投無路嘅悲慘結局。呢得益於佢極高嘅身價以及早期喺房產投資上嘅眼光，再加上佢嘅兒子謝霆鋒後來紅極一時，為整個家族提供咗源源不斷嘅經濟支撐。呢種賺大錢、輸大錢、再賺大錢嘅特殊循環，讓謝賢喺賭桌上揮霍咗半個世紀。面對記者關於輸錢心唔心疼嘅追問，謝賢總是大笑着回應：輸咗就輸咗，有什麼好後悔嘅？呢種喺外人看來近乎瘋狂嘅態度，恰恰反映咗佢對賭博帶來嘅感官刺激嘅極度沉迷。謝賢能夠安然無恙，建立喺佢極其罕見嘅財富積累同特殊嘅家族背景之上。但呢種將豪賭視為瀟灑嘅玩世不恭，對於絕大多數普通人而言，卻係一場絕對模仿唔起嘅危險遊戲。回顧呢5位香港娛樂圈傳奇人物嘅故事，我哋唔難發現，賭博就像係一個巨大的黑洞。無論你擁有多大的名氣、多高的才華，還是多豐厚的財富，只要你踏入其中，它就會毫不留情咁剝離掉你嘅尊嚴、健康、事業乃至生命。許冠英被逼到了精神崩潰嘅邊緣，達叔輸掉咗寶貴的青春，全靠遇到貴人與自身嘅幡然醒悟才得以解脫。黃霑輸掉咗本可以創造更多藝術奇蹟嘅晚年財富。肥姐喺賭桌上尋找虛幻嘅精神寄託，而像謝賢那樣能夠憑着特殊條件全身而退嘅案例，喺現實中不過係萬中無一嘅特例。賭博最可怕嘅地方就在於它利用咗人性的弱點，用一夜暴富嘅幻想掩蓋咗萬劫不復嘅深淵。今日講完呢5個故事，也希望大家能夠從中吸取教訓，看清賭博嘅真實面目，珍惜當下平淡而真實嘅生活，切勿因為一時的貪念與刺激而親手毀掉自己嘅人生。時間有限，我哋今日就聊到呢度。喜歡本期視頻嘅朋友，請別忘了點讚、關注，你嘅每一次支持都係我哋繼續前行嘅最大動力。我哋下期再見。